受它的声音怎么讲。我觉得，没有必要吧。我觉得没什么作用，而且买这种东西，我觉得蛮变态的，根本不能解决什么异地之类，还不如视频，每天跟对象视频还有用一点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它必然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敏感话题，或者用户在对它的使用功能上会进行一个自行的拓展。但是我们在这个 APP 的监管方面，肯定是一定要大力监管，避免产生一些不良的反馈，或者是比方说一些色情啦这样的一个，对。